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！下星期一開始就係一年一度嘅閱讀周啦。我哋準備咗一連串精彩嘅活動俾各位同學參與。首先，星期一開始，我哋會繼續秉承傳統，有書香日送花活動。唔知各位同學仲記唔記得書香日嘅由來呢？呢個傳統起源於西班牙。相傳一位勇士為咗拯救成為祭品嘅公主，於是將邪惡嘅巨龍殺死。巨龍嘅鮮血化成一朵朵美麗嘅玫瑰花。勇士將最美麗嘅一朵送咗俾公主，而公主亦將象徵住知識同力量嘅書送俾勇士作為回禮。後來每年嘅4月23日就慢慢演變成用玫瑰與書籍象徵愛與智慧嘅書香日。今年各位同學只要喺推薦卡上寫上一本推薦嘅書籍同原因，我哋就會將呢一朵巨型嘅玫瑰送俾大家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延續書香日嘅傳統，將知識同力量傳遞俾其他人。另外，星期一圖書館下層亦會有迷你書展，展出《蘇靈魂奇遇記》中英文書，同埋幫助同學建立目標、豐富生命嘅書籍，歡迎大家嚟借閱。到咗星期二早會時段，會有老師為大家進行閱讀分享。嚟到星期三，大家將會收到今年度嘅 Reading Note 電子版。今年繼續有老師同埋同學嘅書籍介紹，睇下你會唔會揾到同你有共同閱讀興趣嘅老師或者同學啦。另外，今日同埋下星期三、四會有一連3次嘅 Reading Challenge 過3關，3日都會有唔同嘅題目，歡迎同學挑戰連闖3關。到咗星期四，將會有一連3日嘅樂文書展。除咗星期四、五上課天可以嚟圖書館上層買書之外，今年4月25日星期六嘅家長會都可以同埋家長一齊嚟書展。上年同學喺書展中買咗好多心儀好書，今年大家記得帶備足夠嘅金錢，同埋努力爭取老師手上嘅現金券，繼續掃貨啦。另外，我哋仲邀請咗著名作家藍骨子為初中同學進行講座。藍骨子嘅小說以奇幻、靈異為主，圖書館亦有多本藍骨子嘅作品。如果你對呢一類型嘅小說有興趣，或者想喺講座前了解一下呢位作家，歡迎嚟圖書館借閱藍骨子嘅作品，支持優秀作家。最後嚟到星期五，除咗繼續有樂文書展之外，仲會有精彩嘅 Movie Friday 活動。由4月17號星期五開始，連續4個星期五，午膳時間 S602 將會播放《蘇靈魂奇遇記》電影，同學可以一邊食爆谷一邊睇電影添。希望各位同學都可以喺呢一段時間享受閱讀嘅樂趣，擴闊眼界，充實心靈。今日嘅宣傳到此結束，各位同學可以拎出書籍繼續進行早讀啦。